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翻到嚟 DRM Lab 嘅原材料系列。延續上集嘅內容呢，今集我會為大家介紹輕型版嘅角鯊烷、半角鯊烷以及角鯊烷喺護膚品中嘅多樣應用方式。好，角鯊烷呢係同樣係天然嘅來源，通常呢係由甘蔗或其他植物經過生物科技發酵製成嘅。同傳統嘅角鯊烷唔同係咩呢？半角鯊烷只係得有15粒碳原子，係比傳統嘅角鯊烷啱啱係細一半嘅，所以咧佢哋嗰個質地咧係更加輕盈，吸收速度係更加快，係非常適合偏油性或者混合性肌膚使用。此外，角鯊烷具有良好嘅延展性，搽咗上面之後咧會感覺得更為清爽透氣，唔會有黏膩或者局促嘅感覺。好多品牌都會將半角鯊烷用喺上妝前嘅底霜護髮油，甚至頭皮嘅護理產品中，減少頭皮嘅油膩感，補水補濕。而傳統嘅角鯊烷呢，就會較多用喺面霜精華面油或者身體乳液中，為乾燥或者敏感肌膚提供深層滋潤。同時咧，亦都幫助強化皮膚屏障功能，減少水分流失，直接搽喺有問題嘅皮膚上面，功效係好好嘅。同時要記住，我哋嘅皮膚脂質層裏邊咧係已經有角鯊烷喺度噶啦，所以咧個兼容性係十分之好。順帶一提，最近有客人同我分享咗一個好實用嘅小貼士，佢話喺用完爽膚水之後，可以喺全面輕輕搽上唔多過2滴嘅角鯊烷，形成一層輕薄嘅保護膜。呢層薄膜咧唔會局促，亦唔會厚重，反而可以幫助後續精華，例如透明質酸或者抗氧化精華更加容易滲透同埋吸收，好似為皮膚鋪好路咁樣，令啲精華吸收得更深更快。不過記得唔好落太多，1-2滴已經足夠，過多反而影響精華吸收效果。呢個做法特別適合秋冬乾燥季節使用，等皮膚長時間保持水潤柔滑，唔會有掹緊咁嘅感覺。講翻我哋 DRM Lab 嘅產品，我哋會因應產品嘅類型同埋使用嘅感受，會適當咁配搭角鯊烷同埋半角鯊烷。例如我哋會將不同比例嘅傳統角鯊烷同埋半角鯊烷加入嗰啲 gel 或者護髮產品裏邊，提供清爽而不油潤嘅滋潤感。而傳統嘅角鯊烷咧就用喺修復型嘅面霜，特別適合需要高保濕力嘅乾性同敏感皮膚。我哋總結一下，傳統角鯊烷同埋半角鯊烷咧都係護膚界嘅保濕滋潤好幫手。大家可以根據自己嘅膚質與需要而選擇最合適嘅產品。如果你中意呢一類型嘅內容咧，記得 like 同 share 我哋嘅頻道。如果有咩特別嘅原材料想知道多啲嘅，喺 comment 留言嗰頭講聲俾我聽啦。多謝支持，咁我哋下集見啦，拜拜。